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得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1章3章11节，和本圣经记得在新约34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别。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以上。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圣洁生活4修心养性。圣洁生活4修心养性。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我们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教会的灵命操练圣洁生活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堂课。我们从知道我们有主你的保证，你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我们也知道在这条路上靠我们自己是不够的，你又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也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就像要效法基督一样，它是一个十架的道路。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生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就这样子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来学习，我们到底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里程碑，让我们可以常常来检验。求主帮助我们，在圣洁生活中间的操练，我们再一次的灵命得到了更新。我们知道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是一次达到就永远达到，乃是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你帮助我们的操练都不致落空，而是成为我们灵命的帮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圣洁生活的操练今天已经达到最后一堂课。那里面的操练呢，我们每次讲到里面操练乃是一再一再的重复的讲，我们一再一再重复的在我们心思意念中间来更改，更改之后呢，我们的行为才有可能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把圣洁生活呢，我们的灵命操练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要有圣洁生活呢？因为我们已经有灵命的操练，知道我们的爱乃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今年是操练我们是清洁的心，
既然有清洁的心的话，我们应该有清洁的生活要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用了4个主日，今年已经达到最后一个主日，圣洁生活的操练有完成吗？何时能够完成呢？我们盼望今天能够讲的，大家能够明白这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道理。亲近上帝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保证，是我们应该要回应，这是人应该人要付出的代价。何况呢，神他告诉我们，你又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这是神何等大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怎样亲近神呢？我们要用敬拜、祷告，然后读圣经，还有清洁，用真实的心，是心甘情愿的，同时是以我们全人的清洁来亲近上帝。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呢，越来越亲近上帝。这是上帝来保证我们，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第2堂呢，我们讲到圣灵充满，也就是满有圣灵的意思。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圣洁。那他的灵呢，当然就是圣洁的灵，所以呢，圣灵就要来帮助我们。那时候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之后，应该有圣灵的果子要显示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可以常常检验我们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子来呈现出来，或者是我们反而是那15项，至少那15项的恶显示出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上礼拜我们讲到的是十架的道路，这整个过程中间呢是一个十架的道路，我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生的，那就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要是顺服在圣灵、体贴在圣灵的时候呢，圣灵他就会帮助我们。我们要怎样子来体贴圣灵呢？你第一个你的行动就是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也讲过，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2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你有可能为了跟从，你就顺从主的道、主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酷刑发生在你身上，甚至丧失了生命，也是我愿意的。第2个呢，背起你十字架呢，就是背起你的罪的意思，到主的面前来跟从主这条道路上。其实我们能够这样的话呢，原来是我们是一个受蒙恩的人呢，就提醒我们，就因为三一的神一直在帮助着我们。我们亲近上帝呢，这是他的根源，这是一个保证。我们要满有圣灵的时候，他赏赐我们力量，赏赐我们智慧。我们会跟随主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为我们牺牲，又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在。今天我们进到第4堂课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来问说，我们在地面上生活的时候，在圣洁生活的操练上，我们有完成结束的一天吗？或者是你怎么知道你在进步呢？或者是他是不是快完成？我的成就感到底是哪？当然，我们在第2堂课已经讲过，圣灵的果子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参考、可以检验的。但是另外有没有起来呢？今天的经节已经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事实上呢，也证明说，圣洁的生活呢，不是我们抵达目标、取得结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圣洁。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就像我们每次洗手，我们洗澡已经干净了，是不是永远就不用再洗了呢？我们知道它还是会受到还流汗等等这些呢，我们就常常一直要洗手，常常一直要洗我们的身体，何况是心灵呢？心灵所受到的搅扰，心灵所受到的这种诱惑更多，所以他需要常常一直在操练中间。所以圣洁呢，乃是需要日日来成长，天天进步，不进则退，修心养性。其实今天的经节又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有了又要加上的过程。什么叫做修？我们记得这是修身养性啊。那我特意写修心养性，不是写错的。我们注重不是表面。修身养性或者修心养性，都告诉我们它是一种磨练你的什么身性或者心性。那我们讲求的是在心灵的部分呢，磨练的修就是讲修剪，养是讲培养。一方面你讲不好的地方，你把它去掉之后，好的部分讲要给它培养起来，这乃是一个有了又要再加上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我们的得救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只靠自己个人的努力修行是绝对的没有办法叫人得胜的。而成圣的道路呢，乃是应该靠上帝的恩典跟圣灵的帮助，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努力来修心养性，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乃是一个要天天的事情，是有了又要加上。我们在今天在开始的时候，上面有写说修心养性，然后下面有括号是有了又要加上。我们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用修心养性，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一直在进步中的，不是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又要加上。英文说 add on，add to， 有了什么说 add to， 加上它又加上了什么东西上去。它乃是告诉我们，在这一条道路在圣洁生活的操练中间，乃是一个进行式，一个 ing 在进行的。有了还要再加上什么？有了还要加上什么？刚才我们师里已经念了经节给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来念一次，对我们的帮助会比较大一点。来，我们一起来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来结那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使你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经节念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但其实每一节我们等一下都会谈到。这是在我们要学习要有了再怎样，在这个圣洁生活中间，一个很好的一个经节可以帮助我们。甚至这个经节中间也告诉我们，为何我们需要求圣洁呢？其实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但这个经节呢，也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他在第三节里面前段讲说，上帝已经用他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依靠他的神能呢，来追求塑造生命的圣洁，还有敬虔信仰生活的圣洁。这是主的恩典，他用他的神，他的大能，他将这些有关生命、有关敬虔的事呢，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神愿意，而且用他的大能来做这件事情。不止这样呢，在接下来说，我们已经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是因为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认识的主他因为他有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而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呢，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接下来在第4节的时候，又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而这应许呢，就是叫我们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上帝的性情有份。因此，我们当然更需要追求圣洁。我们得到那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里面，是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因为肉体从情欲来的败坏。不止这样，我们还可以得以上帝的性情有份。上帝的性情有份里面呢，英文是讲说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神的性情是怎样？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个本性，他的属性，包括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这些通通是神的性情，就是 divine nature。神的本性是这样，我们有何等有幸的能够跟上帝的本分有份 participate， 你能够在他里面跟他参与在里面，跟他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当然要成为一个圣洁的，这是这一次的这个让我们去强调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圣洁生活的操练。我们开始就问，那我如何去追求圣洁呢？今天的经节也告诉我们，它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再继续做的。在第5节上面说，你们要分外殷勤。什么叫分外殷勤呢？就是你要很努力，而这份努力里面呢，有让我们一层一层的去做到。一时要达到这么高，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去达到，有了又要加上。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神所喜悦的高标呢，要努力去达到。就像保罗他所说的呢，不以为已经得着了，乃是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的人，我们觉得他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说怎样？我还没达到，我还没得到，我也不知道我哪时候可以得到，我只不过向着那个标杆一直在跑而已。神所喜悦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在那边，让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要去追求，所以是一个有了又要加价又要加上，所以这是他的分外殷勤的意思。但用人的软弱跟有限来看的时候呢，其实这有一点像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但是不要讲到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这是永远达不到。没有，今天的经节里面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有一个里程碑在。保罗呢，为这个殷勤呢，他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12节到第14节，他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我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乃是为了要得到神从天上赏赐给我的奖赏。这奖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我就努力，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要忘记背后，只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有了又要再加上，这就是我们追求圣洁里面要有一个心态，永远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东西让我继续再去追求的。那么彼得呢，他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一个里程碑，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 check。什么叫里程碑呢？我现在在开高速公路的人都常常会知道我到底现在在哪里。有时候电话通知你在哪里，一定告诉我在几公里处。因为旁边有几公里，让我们原来他在哪里。所以你知道你要到哪一个目的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现在快靠近了没有。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5节开始是告诉我们的一切里程碑。这里程碑呢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追求圣洁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一个，它总共有8个。第二个告诉我们，圣洁生活你必须要先追求建立信心。你要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你就根本不用去来努力这些圣洁生活啊。为什么你要过圣洁生活？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圣洁。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心乃是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并且顺服遵从他的道、他的话语。信心是所有圣洁里面的根基。那我们要小心，就是这个信心不是我对我的信心。我们知道信心的中心是在神，不是在人。要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话讲，我期望是怎么样？我对谁有信心？那时候的信心中心是在那一个人。我对神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信心的中心乃是在神，而不是在人。不是我相信我能够怎么样，而是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怎么能够对他有信心呢？因为他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些圣经里面，这些所讲的话是白纸黑字，从来没有改过，几千年的都没有改变过。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他讲的话你就可以相信他，因为这边所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有信心，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有圣洁生活？你一定要有信心，这是最基本。你要是没有信心，后面都不用讲了。你开车都没有开始开，你从几公里根本就没有上高速公路一样。你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信心。英文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有 faith， 要有这个信心。第二呢，在记事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这个德行呢，英文是讲说 goodness 或是 virtue， 也就是那个最贞洁的那个最好的部分。那台语说好德，就是好的德行。那这德行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刚才讲说上帝的性情已经告诉我们，原来是用上帝的属性。什么是世界上什么是好的呢？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我认为好的，他认为不好。所以这个好的德行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告诉我们是上帝的性情。你要活出上帝有这个信心，对上帝有信心之后呢，你又要加上上帝的这个好的德行，他的属性、他的本性，来当做我们要去努力去达到的地方。他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的是公义啦、怜悯啦、信实啊等等，这些都是你有了信心之后，要加上德行。也告诉我们，你要显现出来，这样你要行出来，像是这样。第三个又告诉我们说，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德行以后，要加上知识。知识里面呢，是告诉我们的知识是要善用这些信心跟德行的能力。也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了之后呢，我们所产生的知识，在箴言1章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个知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小聪明，那些走旁道的这种聪明。不，你这个知识是要让你不会被误导了，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有些人以为他已经领受到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的亮光，他就照这样子走。但我们旁边人看，这不太像啊，好像是异端啊，好像是受到其他的这种诱惑这样。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现在的宗教，号称是世界上每天都有10个以上的宗教会产生，新的宗教会产生。有些人会出来讲说，我就是那个救世主，我就是那个先知，我就是这样。那常常都有很多人会跟从他，他们也深信不疑。这种知识是我们这边讲的知识吗？不，我们的知识乃是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原来你是持守在上帝的真理之下的这个知识。你有了德行，知道你要行出上帝的这属性出来的时候，你要一直非常的认清楚什么是上帝的属性。你怎么能够明白呢？因为这样，上帝给你这个智慧，让你能够去知道。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这样讲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的意思在。知识是让我们不要被误导了，我们能够明白。英文是说 knowledge 哈，然后再来呢是讲到这个第4个是告诉我们说，有了知识以后，我们要加上节制。节制乃是一种自律。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7节，保罗所说，他乃是要攻克己身，教身降服。我们肉体有太多的这种情欲在，我们身心灵都有这种会使我们败坏的部分。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怎么办？我可以靠我的力量能够控制的地方，我们要去控制它，攻克己身。台语说，怕辛苦告甜甜，让你这个肉体，让你其他这些情欲怎样，让它能够败坏掉，为了叫我们的身体能够降服。节制乃是这样，你要活出圣灵中间自立自治的生命。我们还记得圣灵的果子最后一颗就是叫做节制，是不是代表前面这些都显现在节制这个结果呢？你仔细想想，也有这个可能在。不管前面是讲是忍耐、温柔，还是什么这些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节制里面？对呀，我们要是在有很多事情都有很多节制的时候，就好像前面这些我们已经得到了操练一样。
当我们已经有了信心，我们又盼望能够行出神的属性之后，我们又开始有了知识，知道这些是对的是错的之后，我们在我们的事情上面还要加上说，我们有没有节制自己我们的这些肉体或是一些情欲来产生。有了知识以后要节制，另外意义是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这是有关的第4点。第5点呢，你有了节制以后还要怎样？还要忍耐。节制之后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我们有可能在这中间会受到很多魔鬼的破坏，我们有自己又受到攻击，然后我们有时候又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走这条路到底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好像不是很顺，那有很多其他这种因为环境的因为魔鬼攻击等等这些，让我们觉得好像受到很大的攻击。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忍耐，就像我们的圣灵果子里面讲的那个第4个告诉我们说，你要忍耐，忍耐、恩慈、良善。忍耐乃是勇敢地承受生命的每一部分及每一个遭遇，这也是圣灵的属性。耶稣他亲自也这样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里面说，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因为是知道我们人类需要他的救赎，他知道前面这条道路太艰难了，必须受十字架上他的肉身的这些苦楚，被鞭打。但是他愿意走这条，因为他看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他忍耐过这个摆在他前面这些有羞辱的东西，是为了要有前面一个喜乐在。神也给我们一些祝福在，你愿意看到是前面这些祝福呢，还是你只是非常短视，你只是看到眼前的而已？你有没有看到神给你的应许呢？中间的过程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乃是他的结局，就像主耶稣一样。第6个呢，有了忍耐之后呢，你又要加上你的前进。前进的意思呢，就是要敬畏上帝。前进的意思就是敬畏上帝。当你在忍耐这中间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受到很多的搅扰之后呢，你就开始失去了信心了，你就开始会离开主了。但是没有他鼓励我们，你在整个圣洁生活中间，你不只是这忍耐、节制、忍耐之后，你还要常常有这个敬畏、敬虔的心在。你要尊主为大，你就不会来离开神，因为你敬虔他，你就是敬畏他。不只是只有敬畏神而已，你还要进到怎样？进到爱人、爱神到爱人去，就是进到第7项。你有了敬虔之后，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呢，因为上帝他是爱，所以爱弟兄的心乃是活出上帝生命的具体指标，是遵行上帝的心的命令。爱弟兄的心是你把行动能够显示出来，你的敬畏，所以你能够走出上帝的教导。新诫命里面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乃是一个爱，所以你就爱弟兄。爱弟兄还不够，你只爱你爱的人，那其他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告诉我们怎样？你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上众人的心。你没有什么好挑选的，任何人你都应该爱他，所以甚至是连敌人你都应该爱他。爱众人的心是以上帝的爱来爱人。爱是圣洁的最后的一个指标，所以保罗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里程碑告诉我们是怎样，就像高速公路中间，你已经走到哪里？牧师常常要到新竹去开会，所以新竹是94.5的地方，我开到几公里就说还有多远？那大概就快到了。今天告诉我们有8个里程碑，让你知道，我不知道你记起来多少。你要有一个信心为出发点，然后你希望走出来是怎样？是上帝的本性出来，所以还要加上德行。加上德行之后，你这个要有知识，知道它是对是错，而且知识从敬畏上帝而来的。那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还要能够有所这个节制，然后怎样？你必须要忍耐，
这节制里面呢，就是说你的成果你会看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由这边可以看出来。而中间你还有可能会碰到很多的这种困难都存在，包括有魔鬼的攻击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手忍耐。忍耐之后，你还加上敬虔。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因为我敬虔，我敬畏上帝。而敬虔上帝的时候，你要把他的教导走出来，就是怎样？你要爱弟兄，不够，你要爱众人的心。这个里程碑有8个里程碑，让我们去看。你要圣洁生活的操练中，我到底走到哪一个步骤了？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练的，没有错。我们可以常常检验我在哪一地方是欠缺的。但是另外一个，今天让我们另外一个里程碑，让我们去看，你的信心足够吗？你信心根本没有足够的话，你怎么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呢？所以也让我们想到说，我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从起先我就已经不够了？我对神的信心没有那样子的足够，我常常怀疑神，我常常抱怨神，为什么发生我在身上是这样？原来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没有那样子的确认，没有那样的确据在。当你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你就知道上帝的属性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领受而且要活出来的。上帝希望你是一个信实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希望你也是公义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们在公义上，我们在怜悯上，我们够谦卑吗？这些都是在第2个阶段让我们去学习的。你有足够的知识，这知识从敬畏上帝而来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你有常常看上帝的话语吗？你的知识是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每一个阶段，这个里程碑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只是靠我的力量在过圣洁的生活吗？在努力要过圣洁的生活吗？不，这是一个过程，没有错，是跟主耶稣一样，要有所牺牲。你不可能说我一天到晚讲我要过圣洁生活，我就会过圣洁生活。没有，你要舍弃掉你一些东西，就跟耶稣他舍弃掉他的生命一样，他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救。你有这样子的认识在里面吗？那今天的里程碑又让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最后一个结果看在哪里？爱是圣洁最后一个指标。你的爱只有停在你喜欢的人生、你喜爱的事情上吗？还是你这个有爱众人的心？不要忘了，主耶稣给我们诫命中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但是这是一个里程碑，可以让我们去检验到底是如何。其实还有一个更可以看到你过圣洁生活的果效是什么。今天的经典也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追求圣洁的果效是怎样？当我们有了又要加上这样子的殷勤的追求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呢必看到下面几个果效。这边告诉我们有4个。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在第8节的后半段这样说：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意思是告诉我们是怎样，就是说你会有所作为，你不会没有什么表现出来啊。也就是用我们行为来见证主。当你过了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因为你看到我们刚才的里程碑，一站一站在走，你怎么可能会没有结果子出来呢？它的果效就是让人家能看到你，从你的身上来见证到说，原来你是一个怎样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你在活了，乃是基督在你的生命中间在活了。所以你能够结这个果，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果效是啥？生活会有见证在。第二个呢，他说你不至于眼瞎，不至于近视，以至于忘记上帝赦免的恩典，忘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在第9节里面这样讲，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要是没有这些里程碑，让我们自己努力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灵性上的瞎眼，我们看不太清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成圣，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是有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动力在，你自然就会行出来。所以你不再是眼瞎了，你不再是只有看见近处而已。
你的灵命就越来越坚强，信心会越来越坚定。所以这个果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继续成圣，而且我的信心能够非常的坚定。第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使我们对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使我们在信仰上永不失脚。第10节就是这样讲。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告诉我们呢是这样的。原来我们要是圣洁生活这样子努力的追求之后，我们会得神的喜悦，他就保守我们，他就照顾我们。虽然有魔鬼的攻击的时候呢，不致失脚，你不会跌倒，这是他的果效就出来的。圣洁生活的操练的果效可以看到怎样？你看到有行为的见证，你看到你可以去知道我有这个动力，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成圣。第三个告诉我们，有神的保守，你就不会跌倒了。最后就进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你们可以使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与主同在。圣洁生活的操练需要有所牺牲，是有点困难，甚至你做到一个程度，好像它是永无止境的，没有错，它是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但是它也给我们一个里程碑，让我们去检验。当这些检验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它的果效。最后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到主耶稣基督在的那个国里面。这么大一个努力，不值得你去努力吗？我们想想看，参加奥林匹克的人，这些选手们，他们要得到只不过在地面上一个奥林匹克的金牌而已，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在练习？我知道那个游泳的那个冠军的，他是怎么游？每天游几小时，至少5小时以上，每天游5小时，为了要得到一个金牌而已。你要得到的是，你要追求的是什么？是永生的盼望。你不应该比这个更多的努力出去吗？我们大家都需要有这方面这么大的努力，能够去做这方面的付出。那个盼望，那个美好的奖赏就在那里。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里面去。我们结论来看，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当追求圣洁生活，渴慕真正成为圣洁的国民。过圣洁的生活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我们需要上帝，我们要亲近他，因为他给我们的保证。我们需要有圣灵，这个圣灵要给我们力量跟智慧。我们需要跟随基督，因为基督他有牺牲的精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必须要牺牲某些东西，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最后就得到一个永生的这种保证在。追求圣灵，我们需要分外的殷勤，也就是要有了又要加上，可以说是一种无止境的修心养性。虽然是一个无止境的修心养性，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们就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你想想看，我们在信心的操练，我们在行出神的德行，行的神的性情，他的本性出来。我们要有从神来的智慧的知识，我们还要有节制的呈现出来。我们遇到事情要有忍耐，让我们能够坚守在神的身上。然后最后我们用敬虔，我们又有敬虔敬畏上帝，而得到上帝的帮助，然后呈现出来是一个真正的爱。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纵使我们没有达到后面的话，我们也是会带来这么多的祝福在，甚至最后的祝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然后今天所讲的呢，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必须要分外殷勤，我们要有了又要加上，我们要修心养性。愿神祝福在所有愿意分外殷勤追求过圣洁生活的人身上。每次经节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像彼得所写的书信，
他勉励那时候的人，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那这样我要有什么行动？我的行动时间是什么？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的是什么？我们在问题思考中间呢，也讲了这几个问题，盼望我们第一个也是一样，你有什么行动？第二个呢，在这8项圣洁品格中间，你觉得你稍微具备的是哪一项呢？那哪一项是我最缺乏的呢？我盼望能够讨论，我说我们要怎样操练这8项的圣洁的品格。我们虽然今天是最后一讲，但是我们的操练是到礼拜6才截止。在这中间，我们还有小组聚会，在小组聚会中间，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分享，甚至是不是只有分享这一讲而已？分享在这4个礼拜中间，你的操练是如何？你得到怎样的帮助？神怎样子的帮助你？盼望我们的分享都能成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圣洁生活的操练中间，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一堂，乃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中间有里程碑，让我们可以去check，也可以看到这个能够带出它怎样子的果效。以我们人的软弱来看，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做，但是因为我们是圣洁神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神。何况你有一个应许，让我们一个永生的国在那边等待着我们。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圣洁生活中间，我们要如何能够过圣洁生活。祈求神你帮助所有愿意真心到你面前来渴慕你的帮助，让他们能够过圣洁生活，都能够得到神你的帮助跟祝福。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实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真理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和。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荣耀于上帝。同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了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